大家好，我係 Kajun。搞一個羽毛球嘅活動。到底呢一個羽毛球點樣玩，點樣識到女仔呢？一陣再同大家講啦。之前呢就跟其他社團去打羽毛球，打到成隻狗咁樣。點解呢？因為喺呢個寶安體育館嗰度，其實佢完全係冇冷氣嘅。我哋呢自己舉辦啦，就舉辦喺一啲嘅私人嘅羽毛球場入邊。雖然呢即係貴又貴啲㗎啦，但係我估計應該都冇香港咁貴。即係香港炒場炒到飛起咁樣樣。點解要搞羽毛球呢？因為羽毛球呢其實即係一個，即係我覺得男女比例嚟講呢，即係最接近1比1嘅活動。因為其他啲咩攻防戰啊，或者飛盤啊嗰啲嘅話呢，哇嗰啲真係男多女少，分鐘呢就8比2啊、9比1都試過嘅。但係羽毛球又唔會喎，羽毛球呢啲女仔係好中意嚟，尤其是佢哋呢可能打扮得性感少少都唔出奇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要拍靚相。通常我哋即係包一個場啦，就4男4女嘅。當然我哋都會有準備啲水啊、羽毛球啊等等。如果你覺得好遠嘅話，呢邊租拍亦都 OK， 又唔算話好貴，都係20蚊、20零蚊咁樣。打羽毛球呢，當然唔係叫你非常之認真去打啦，即係你最主要都係打下羽毛球，然後呢，即係中間有啲歇嘅時間呢，同啲女仔去吹水。因為啲女仔呢，有啲幾卡哇伊嘅，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之前街訪過嘅女仔啦。其他活動可能就唔係太合適，但係打羽毛球又幾中意喎，所以呢，今次就過嚟玩啦。羽毛球嚟講呢，即係當然啦，最緊要舒適啦，嗰個場嘅冷氣又非常之夠。大家可以呢，打完羽毛球，然後呢去附近去食下嘢、吹下水、食埋晚餐，就係都幾開心嘅。因為啲羽毛球呢，其實都會行上去舉辦。最主要都喺南山嗰邊嘅，因為福田嘅場呢，之前有搞過，但係福田嘅場呢，即係確實即係有啲陰暗啦，或者冷氣又唔足啦，或者睇落殘殘舊舊啦。始終南山個場呢，真係比較靚少少嘅。有興趣打羽毛球嘅朋友呢，亦都可以過嚟參加下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